就说，到我所家随路这别人来呀，哎妈呀，就说你把娘妈打，生大人生我么，就我家去的个茶毛那个啥家，茶毛那个啥家。对妈要就说，让我见我娘拿着别人来呀，对妈要就说这八天中秋，你等大家是那根，结果这西大街茶楼那个啥家。茶楼那个啥家。